乖乖，来啊！学藏语学汉语是什么东西？学藏语学汉语，那个是小铁，哦，热了，看到热了吧？热了，哦，那个是羊的，大一点，大一点，那个小铁，那是个小铁，我吃去。现在到那边过来。
过来。晚上好。哎，你好。今天人比较少啊。今天啊，你看人好少。太少了。稀稀拉拉的，等会儿才来。刚刚那个打车回来了，手机搞丢了车上，真的。然后我2个手机嘛，然后把那个手机跟他联系，因为他接个单车，他东站，然后我说你在那个有个位置等一下嘛，打那个出租车，然后找他那个时候本来要跟你赶一些队的，他那边有赶时间的没有，然后平台上面他没有给红包的都没有。他只有今晚领悟的是王钱，今晚领悟的是王钱。目前现场的人就在他一会儿就过来。今天有直播我可以看，没什么意思。他们那个周青有什么意思嘛？全都是那个场面比较壮观，没什么活动，没直播，我就没看一下，没在乎。他应该是当评委的去。杨秀然。找到感觉了，已经56万是。
但是1000头就他们照片没放那里。昨天啊，你晓得不是？票，我忘了抢票个的，现在好久很久没票了。看年龄票，是哪错的？没多久还没来。这没联系。
看到吗？没看到呢。那边跟糍粑在一起。哦，开学来了吧？开学送。去哪里吧？点好了吗？几点过？喂。哦。就景湾中心跳舞这个位置。好的，好的，好。就你到了之后，你打电话给我们啊。好。好的，好。今天很多没来哟，小刘啊，还有很多，应该等会儿就来了吧？星期四。
我
就是。还有那个白玫瑰，还有很多都买那些商店里面都有很多东西，就帽子啊、服装啊，很多好。戴帽子嘛，戴它。实期的考东西的考试那些考学，实期以后过来的时间比较少。那个帮堂曲跟也没来，没有吧？现场感受一下还没有，没有，音箱没坏。没看见。在说是在直播，但是一般我看的比较少。这个10分钟，时间不多。
视频平台，包括 QQ。哎，你看吧，我在中间位置，正中间摄像位置。他马上来了，马上来了。他们跳广场舞肯定没有这个说的差不多这种距离吧。外面那个是那个女孩子，我不是还没问她名字，不是那个。开个狗狗，看到没有？我帮狗狗。有个雕塑，那个叫富林体看中心。体看中心吧，你直接搜吧，你对面有个在那跳舞的，有100人在那边跳舞。对，我就在中间。你跑对面你干嘛？对面那个有个乡村剧，乡村剧对面就是在跳舞。对，就有一圈我就在中间位置，是这样。对，转一圈。你就过来嘛，他们有个雕塑，有个金属的那种雕塑，很高那个。就写那个叫体育中心，物理体育中心。雕塑嘛，去店面说吗？没过来。就中间这些。对，中间还有喇叭嘛，在旁边。你看也包括狗狗那个。找吧，包给他的，找。来呢，戴个帽子，包括狗狗。包括狗狗，戴个帽子。看没嘛？中间位置啊，中间靠右边。戴个帽子。这边。把拿过来嘛，这边。最前面那个女孩子，在这边右手边，这个黑衣服的地方，对。现在我都叫他放了灯了。应该他是叫平台。
口水太小了，再吼一道。啊，太小了，你声音太小了，抢到了，抢着抢。声音被那个土豆搞闹了啊！我声音是不是有那个？你声音你变声已经定下来了吧？啊？你那个年龄应该已经定下来了。声音应该都变了，也不会变了。一般45岁吧。拿错一般的时候是吧？连票不能交，有些不会的他的，还要给他们收钱。他很多不只是他们，还有其他的，比如说要做马那些，在旁边交的，还有这个。上相很像。还有曲轴跑了一圈，这不太了。哇，你还跳得这么热！比罗山山。
谢跟没拿。这是的声音，感觉像是摇铃的声音，摇也没聊亮。对他们三个朋友，确实我们以前一直在一起。哇塞，你们这么多！这个是就电网去那做懂了。OK， 那明天就准备，好吧？我不知道发多大的。那没多花都300多万，送3个人嘛。没问题，明天我下来之后给你分红，好吧？好的，可以。跟我去是吧？明天跟我去董儿还有拉错是啊。Thank you. A little tell me, a little tell. 去，好了了了。